Hello，各位網友大家好。嗱，眨下眼又到過年啦。2026年嘅農曆新年啊，一個溫暖嘅春節，有人着住短袖衫行花街，祝大家新年進步，身體健康啊！呢個新年呢係中國人嘅第2029個農曆新年，亦係第112個春節。中國嘅曆法呢係由西漢開始確立正月初一為農曆新年嘅，所以今年係第2029個新年。袁世凱喺1914年為咗區分公曆元旦嘅新年同埋農曆新年嘅叫法，就將大年初一定為春節。我哋廣東人過年有住複雜嘅一套傳統習俗，喺近50年間呢，好多舊有嘅習俗呢都已經慢慢消失晒噶啦。咁仲有幾多廣東人呢？到依家仲保留住呢啲傳統嘅習俗呢？我記得我細個嗰陣呢，一到年尾屋企就好忙嘅，大約喺年24到年27之間呢，屋企就會開油鑊，製作過年特有嘅食品，包油角啦、炸蛋散啦、炸煎堆啦、炸糖環啦，仲有蒸年糕啊、蒸蘿蔔糕啊、蒸馬蹄糕啊。寓意新嘅一年更興旺，即係更好運嘅意思。呢個活動呢，阿爺阿嫲、老豆老母、仔女全家人一齊參與嘅。嗰啲皮啊、餡料啊，全部自己製作。包油角嘅皮啊、蛋散啊、煎堆皮啊，嗰啲配方全部都係唔同嘅，有啲鹹啊，有啲甜，做起身好多功夫噶。咁啊，去到最後開始炸嘅時候呢，因為油鑊高溫就怕危險，就會趕晒啲細蚊仔出去玩嘅。咁啊，一家人呢，就平時各有各忙，各自揾食。到咗呢一日呢，就會聚埋一齊，一邊包油角一邊傾偈嘅，一個濃厚嘅感情交流嘅一個家庭活動。時至今日，我老豆呢，每年都仲有開油鑊炸嘢呢個傳統習俗嘅，不過就已經簡化晒，應該講係退化晒啊！依家唔再喺屋企開料，係直接出去購買製作好嘅半成品蛋散皮返嚟，直接懟落去炸就 OK 噶啦。咁啊叫做話開個油鑊啦，亦唔再需要全家人一齊去幫手製作。依家啲油角啊、煎堆啊已經好少人食噶啦，所以就冇去製作啦，就淨係炸啲蛋散就算數啦。而且炸嘅數量都好少，都係斤零到嘅啫。以前6幾年、7幾年嘅時候，屋企就好貧窮嘅，平時就冇咩油水落肚嘅。嗰陣時你出去買豬肉啊，肥豬肉係貴過瘦肉噶，所以過年嘅炸油角啊、蛋散、煎堆啊，就人人都中意食嘅。但係依家呢，平時啲飲食就已經夠晒油水噶啦，營養過剩嘅年代啊，再加上營養學知識越嚟越普及。所以呢啲傳統嘅過年標誌性油炸小食呢，已經唔受歡迎啊！即使係炸咁少量嘅蛋散呢，通常都係食唔晒嘅。記得以前細個嗰陣，阿媽就限住食，驚你食得太多呢就會熱氣，咁啲小朋友呢就會偷嚟食嘅。依家就無人問津啦，依家好多家庭乾脆連油鑊都唔開啊，直接出去買炸好嘅成品，自己蒸糕嘅就更加少啦。出去買成品啊更方便。咁啊到咗年28啊，洗邋遢，全屋啊搞衛生。以前呢就全家參與嘅，好辛苦嘅一日。依家就偷晒雞噶啦，提早幾日請鐘點工返嚟搞晒啲高難度嘅衛生。咁啊到咗年28呢，就自己係咁以抹兩下就算數噶啦。年29、年30呢，就去行花街，買盆桔返嚟，大吉大利。買棵桃花寓意大展宏圖。咁啊依家好多人呢，連桔同埋桃花都懶得買嘅，隨便買扎花就算數，越嚟越懶。今年啊冇年30啊，所以年29呢就係除夕，一年嘅最後一日。咁喺呢一日呢就會貼揮春啦，一家人就食團年飯，成年裏邊最重要嘅一餐飯啊。以前呢，阿爺阿嫲仲喺度嘅時候呢，出到去世界各地揾食嗰啲仔女呢，都會翻返嚟食呢一餐團年飯嘅，四世同堂10幾人。以前就唔興出去食嘅，都係喺屋企食團年飯。屋企人會用成日嘅時間去料理呢一餐團年飯，
白切雞、燒肉就一定有嘅。喺屋企拜神，拜完神先至開始食飯嘅。呢餐團年飯呢係會食好耐嘅，成家人咁多兄弟姊妹，好多偈傾㗎，大家感情都好好嘅。依家就好多家庭都選擇出去食飯噶啦。如果喺房間食呢，仲好啲，安安靜靜，大家可以一邊食飯一邊傾偈。但係如果坐大廳嘅話呢，就會好嘈。旺嗰啲食肆呢，仲要分兩輪，限住時間食飯，根本就傾唔到咩偈嘅。食完飯就各散東西，變成純粹係應付式、任務式咁食呢一餐團年飯。依家有啲00後嗰啲僆仔啊，仲衰，戴住個耳機啊，睇住部手機。你想同佢講嘢啊，你拍下佢，然後佢就除低個耳機問下咩話？哦，然後就戴翻個耳機。所以有時候呢，科技進步帶嚟嘅副作用呢，都幾麻煩嘅。咁我哋廣東人春節前呢，仲有一個重要嘅傳統習俗，就係買啲特別嘅餸菜用嚟紮年嘅。2條鯪魚唔刮鱗嘅，煎熟佢，你唔好煎到甩皮甩骨啊，要完整嘅，有頭有尾。冇信心嗰啲呢，你可以用特大好嘅特富龍平底鍋，放多啲油嚟煎，保證掂啊。然後放喺雪櫃裏邊，留到過完年先食用嘅，寓意年年有餘。鯪魚係主角，咁啊仲有頭嘅生菜，即係帶根部嘅生菜。咁啊仲有芹菜啦、蔥啦、蒜啦、茨菇啦、桔啦，啲桔要一孖一孖噶。然後用條紅繩紮起身，寓意生生猛猛、勤勤力力、聰聰明明、精打細算啊，大吉大利。茨菇嘅意思就梗係生仔啦，茨菇丁啊嘛。茨菇個樣呢就有啲似男性嘅生殖器嘅，古代嘅重男輕女，講究傳宗接代，多子多福。太公分豬肉啊，仔先有得分嘅，女係冇嘅。以前喺年30晚一踏入年初一嗰一刻，凌晨嘅時候啊，就開始全城燒炮仗嘅，嗰個場景係好壯觀嘅，好似打緊仗嘅伊拉克咁嘅，成個城市嘅天空呢，照如白晝。大年初一一早呢，就好多人去啲廟宇度拜神啊、祈福啊、許願啊咁嘅。以前就係道教文化，依家啲人呢就冇咁講究噶啦，佛堂都照入去拜嘅。咁拜完神呢，年初一嘅中午就食齋嘅。依家好多後生新一代呢都唔願意跟啲老人家去噶咯，佢哋夜晚就掛住打機，寧願喺屋企瞓晏覺。今日年初一呢，一般就唔叫人起身嘅，就要靠自覺，否則呢，被叫醒嗰個呢，成年都會俾人催住你做事嘅。呢個係傳統習俗啊。年初一呢，就唔掃地唔拖地嘅，咁呢日就小心啲，盡量就唔好整邋遢個地下啦。年初二就開年，返外家，女婿返去探望一下外父外母，一齊食個豐盛嘅晚餐。白切雞同燒肉啊，梗噶啦。年初三就赤口，又叫赤狗日，忌爭吵，不宜出門。咁啊，乖乖地喺屋企打機又好，打麻雀又好，總之呢一日就唔好出街，唔好同任何人嗌霎。到咗大年初四啊，迎灶君，寓意一年到晚呢豐衣足食。年初五就迎財神，迎接財神到家。以前呢就會燒多2串炮仗嘅。咁啊，年初六啊送窮神，將屋企裏面啲垃圾啊廢品啊就掉晒佢，辭舊迎新嘅心理安慰啊。年初七就人日，女媧造人嘅傳說啊，有些少似基督教嘅。傳說女媧喺創世初期前6日呢，依次就做出雞、狗、豬、羊、牛、馬。第7日呢，就做出人類，所以初七呢，就係人人生日。咁啊，大家要互相尊敬啦。啲家長就唔可以喺呢一日呢，就鬧啲細蚊仔嘅。喺古代啊，官府都唔可以喺呢一日處決犯人嘅。咁啊，到咗正月15呢，就元宵節，一家人啊一齊食湯圓，寓意一家人就團團圓圓。咁啊，春節就係華人嘅第一大節日啦。
時至今日，呢個節日氣氛咧就越嚟越走向淡薄，人情味咧就越嚟越少，越嚟越冇愛啊！喺近10年8載啊，喺馬來西亞或者係其他國家嘅唐人街啊，見到嘅春節嘅節日氣氛咧，比喺中國嘅城市咧要濃厚得多嘅。依家國內咧好多所謂嘅嗰啲無神論者咧，成日都話呢啲係迷信，咁啊令到呢啲傳統習俗咧就慢慢消亡。個年味咧就一年不如一年，過年啊純粹放個假，有啲啊乾脆啊成個假期啊出咗去旅行，費事應酬啲親戚添啊，咁啊搞到人與人之間咧越嚟越疏離，我就覺得可惜啲咯。呢啲幾千年嘅傳統習俗，有時候係有利於我哋家人之間嘅互動性，增進感情，帶嚟嘅情緒價值唔係用金錢可以衡量嘅。咁啊，趁住春節呢啲大節日咧，有條件嘅朋友咧就放低手頭嘅工作，多啲同自己嘅父母啊、子女交流一下，互動一下，增進一下感情好過啦。錢係搵唔晒嘅，感情先係無價。Anyway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